继续来到屏东的万峦乡，早起发生一件死亡车祸。一台载着怪手的大货车，在转弯的时阵，车顶的怪手失去着平衡，当场崩落涂骹。就是遐尔拄好，对向一个骑机车43岁男骑士拄好骑到位，怎好并落来的怪手地死了。救护车驶到现场，路边乡亲赶紧报讲着伤人伫地。有一台怪手变去，不停去卡着一个骑乌托邦的人，因为伤势伤重，当场都无开案。转弯的地方不晓得是不是速度过快还是怎样，反正我看到的时候，这个怪手已经翻下去。我想说啊，惨了一堆骑摩托车上班族刚好经过，不晓得有没有压到人。代志发生伫早起，屏东万峦信民路段，警方接到消息赶到现场，看到怪手已经并伫边的农地。乌托邦规拢变形，涂骹也有一寡车壳零件，还佫有玻璃皮，交通号志牌啊拢被弄歪去，可见当时弄一个真大下。肇事司机的同事赶紧来斗相共，这个严重意外到底是安怎发生的？去马边啊做自行车啊，转弯。对。铁啊含铁啊磨损的个，可能比较不足的。肇事29岁姓刘的司机，当时是载怪手要去做事，转弯的时，车顶的怪手煞并落车去卡到对向43岁的查甫骑士。这个骑士伤势伤过严重，经过抢救依然无效。伊是在地人，刚才是要去上班的时拄到死劫。因太太接到不幸消息，未当接受，一直哭。肇事司机嘛真自责，目屎嘛一直流。出弯的时候看到一棵树闪一下，不知道是不是那一下真的没有绑好，是我的问题。转弯的瞬间造成悲剧，夺走一条人命。警方要深入调查，要追查肇事驾驶的责任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